这个是老板老 A， 这我哥们儿陈老师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老板好。挺精神。那个，你新车好了，来看看。看看。走。这车啊，特意给你办的加急，要不然半年到不了。自己看。你忙。我天，真是拿铁，这跟阿汤哥的一模一样。我之前都在电视上看，我第一次见到活车。我能？当然。圆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天，太行了，我真是帅了。何医生，你真是太讲义气了，给我都弄得不好意思了。你放心，这次我肯定好好爱惜，绝对不会再摔了。谁学摩托车不是摔出来的？没事啊。总摔也不太好意思。这次我好好练练，省得某些人老说我骑得慢。